巴士迷裏面有分幾種嘅人：巴迷，正常熱愛巴士嘅人；巴膠，比較負面，係指一啲行為不當嘅巴士迷，亦稱做巴士嘅膠迷；同埋最差嘅巴敗，巴士迷嘅敗類啊！講起巴敗啦，相信大家都會諗起香港幾年前發生嘅拆一架退役巴士零件嘅事件，或者一啲衝出馬路阻住其他車行嘅巴士迷。但係你估唔到，大陸都有個所謂巴士迷做嘅行為，正正係巴敗之中嘅巴敗啊！算啦，呢條友都唔止係巴敗咁簡單啦，已經是一個人敗啊！呢位同胞就叫做沙正國。哇，正國呢個名真係好正國啊，非常之有氣勢啊！咁我首先嚟介紹一下呢個嘅沙生啦。沙正國，男，未確認。我想問下，點解可能會有未確認呢？係咪考慮緊變性呢？定係生出嚟嘅時候多咗條 chromosome？但係生到出嚟，醫生卻見到小正國正在熱烈咁同佢微笑。佢係一個上海人，佢讀高中嘅時候呢，成績特別嘅優秀。當時佢被譽評為上海市3好學生啊，就讀上海嘅音樂學院。喺2008年啊嘅唱歌大賽仲贏咗2等獎啊！哇，佢唱歌咁犀利啦，點解會淪落到咁啊？哇，今日沙哥唱歌攞到獎，唱歌嘅技術一定係不得了嘅啫。咁我哋一齊嚟洗耳恭聽下，聽下沙正國為我哋獻唱。嗱，我仲未講呢個沙正國係做咩嘅。沙正國平時最中意做嘅呢，就係喺巴士度拍片啊。佢從小呢就中意巴士，細個嗰陣仲試過喺巴士後面追住架巴士行，就想象自己係一架巴士啊。哇，沙正國後生嘅時候一定係追求瘋狂同埋刺激嘅啫。咁當然啦，中意巴士就梗係喺巴士度拍片啦。但佢唔係拍見車就上或者行車記錄啊，佢係拍自己變口技啊。在那前面去北京西路高头集中做的辰光，阿拉班级里向人啊，辣辣雄心技术，假期刚完数，假高铜片放辣我吃的手表里向，直接就朝着我假高铜吃好之后，胡子长出来，腋毛长出来，就是那个指毛长出来，还有当时清朝头爆出来。晚上去班级里向人辣辣我吃的手表里向放雄心技术，假期刚完数呢，搿些辰光就是2002年啊。2002年9月份嘅辰光，嗰些辰光我腋毛就那個指毛，嗰些辰光還沒。冇錯啦，我都唔知點解佢把聲呢真係好似隻馬騮啊！佢講住一啲非常之動聽嘅，就應該係上海話啦。嗱，佢講唔緊要啊嘛，但佢喺巴士上面講，我見到好多片呢，下面啲留言呢，就應該係聽得明佢講嘢嘅上海人啦。就係講嘅呢，就係關於呢條路線嘅背景啦，同埋自己坐呢條線嘅經歷啊。好多網民就話佢把聲好似機關槍。雞叫仲好聽過佢把聲，佢嘅聲係咪變咗性？怪唔得性別未確認，建議去配音米奇老鼠。咁佢唔係講叫你就罷啦，佢係成程巴士都好似個喇叭喺度放馬騮叫咁喺度講咯。呢條片足足有成15分鐘啊，都係 show 喺條巴士上面大叫啊！我唔知點解隔籬嗰啲乘客呢可以引到佢咯。哇！如果佢試下香港嘅巴士咁做，一定會俾人 D 9一番。同埋，就算佢隔籬啲乘客唔理佢，佢咁樣做係非常之影響到司機揸車啊！終於啦，有個勇敢嘅司機就終於肯企起身同佢對質。不免費的呀，我回來了。我上海會得幹嘛？做活了好吧？啊！哇！你見佢個鏡頭搖得咁激動，你就知道佢幾覺得佢自己嘅行為係啱噶啦。但係佢呢條片嘅簡介原來係咁寫嘅：本集視頻由於我手機沒拿穩，造成鏡頭抖動放動有些厲害，在觀摩之時可能有些視覺審美上的影響，敬請原諒。哦，原來係拍攝效果嚟嘅。仲有佢同司機對質完之後呢，佢用發爛渣直接除鞋，將兩隻腳放咗喺對面個巴士位上面，但係呢，佢得到咗報應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別緊啦！哎呦呦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哇，哎呦哇，哎呦呦呦，哎呦，
係啊，佢扭親隻腳。你咁唔尊重巴士，你仲叫自己做巴士迷？但係佢呢幾種行為只係冰山一角噶咋，佢之後做嘅行為會一步一步咁升級。咁大家坐地鐵嘅時候，有冇試過出閘嘟完八達通，閘門一開，感覺到後面有一陣神秘嘅感覺，跟住你向下一望，有條友貼住你個身喺度同你進行愛嘅對視。冇錯啦，就係呢啲嘅逃票 L 啊！近期咧喺銅鑼灣站都俾人發現咗呢啲嘅逃票 L， 一個攞住 Lululemon 手袋、孭住 Gucci 手袋嘅女人，一腳咁伸向玻璃嘅圍欄度，就去咗閘後面啦。咁呢位沙正國呢，正正就係上海嘅逃票大師啊！呢條片你可以見到啦，沙正國試圖匿喺呢個女人嘅後面，跟住偷偷地行入巴士裏面。哇！又真係俾佢成功到，但係當只有佢一個人上車嘅時候，佢都可以做到嘅。佢究竟係用咩名招嚟逃票嘅呢？吓，原來係直接當司機唔喺度啊！或者一個司機呢係可以唔理佢嘅。咁有一次趁機混入人群嘅佢，都逃唔過司機嘅法眼，跟住司機呢就行入去同佢理論啦。咁司機就係話咩？哎呀，車費就係2蚊啫，咁都俾唔起啊！你見到沙正怪係咁拒絕俾個2蚊佢嘅，跟住之後佢就疑似報警，就屈話個司機打佢。仲稱自己係一個殘障人士啊！喂，師兄你唔係殘障喎，你係腦障。再進一步啦，呢個沙正國有一日夜晚偷偷咁潛入呢個嘅巴士車廠，跟住喺車廠裏面呢，就見到自己一架心愛嘅巴士，就一嘢踢爆個巴士嘅玻璃門，行咗入去拍片啊！我想講你中意架巴士，你行入去破壞佢做咩呢？然後你知道佢講有幾大聲啦，就驚動咗隔籬嘅工作人員啦。咁之後呢，佢就俾人送去警局扣留啦。咁個條片呢都係俾人下架咗啦。之後佢個 channel 都自此幾個月就冇更新到啦，應該係已經入咗監獄，同佢嘅獄友分享緊佢嘅追車故事啩。咁喺網上面有啲網民呢，搭下巴士嘅時候呢，就撞到呢個沙正國喎。咁呢位網民呢，就梗係跟住佢啦。咁見到呢位沙正國呢，每搭完一架巴士就落車行一段路，再上車搭第二架巴士，咁樣循環搭咗10幾次啊，好似玩見車就上咁啊！但係唔同嘅係，見車就上係有俾錢嘅，佢係程都逃票啊！我想問下上海啲巴士司機呢，驗過眼未呢？請問你咁樣俾佢逃發，巴士司機蝕幾多錢啊？黐線！佢咁樣每日搭車逃票，跟住拍片呢，哇！巴士公司起碼每日蝕100蚊。咁我唔知呢位沙正國係咪有咩精神病啊 ADHD 嗰啲啦，但係佢嘅行為，對你小朋友，你回家小朋友冷快樂了嘿，你打我冷到一張。哎呦，好了，现在呀，快点来节目时间，现在继续开始。辣海我等了几分钟，我到四辰光，阿拉班级里向一个叫英英的人，拿用心接手4台车灯摆了我吃个手枪，跑到我面孔高头吃好之后，包头头。嘴巴高头生胡子，那个嘴下头生腋毛，一年呢结束摆了我吃个手里向辰光。同埋佢情緒嘅突然變化嚟睇呢，免費的呀，我回來呀，我上海會得幹嘛？冷到啊！知道我冷到嗎？呀，司機淨係叫咗佢細聲啲呢，佢就咁樣發癲喎。我估佢真係有啲病啊！我以前在這裡的，我知道你昨天講了，你這個不要再來拍了，你說的，我們也不可信。我不相信，我等那個等了耶，做啥不相信？不是，我知道你不要再來拍了。我等那個等了做啥了？做啥冇拍？我跟你講一下。哎，做啥冇拍？我等那個等了做啥冇拍？喺巴士發表言論已經係錯啦，大聲喺度嘈更加錯。仲錯呢，就係佢發表嘅言論啊！佢喺巴士度講話咩生腋毛啊，咩俾個水俾人落咩高元素啊！牙齒剛完數，牙膏銅片放到我吃個手錶裡向，不只有胡子生出嚟，腋毛生出嚟。哇！聽到想嘔啊！佢仲要每程車都係咁重複喎。呢啲人咪就係因為啲人會覺得巴士迷全部都係咁嘅樣嘅原因咯。聲稱自己中意巴士，吓？有一啲都唔尊重巴士。仲要整爛自己嘅愛車，咩事啊你？
咁我建議呢位沙正哥都係翻屋企玩高遠數算啦。最後我想講，做巴士迷唔緊要，我自己之前都係巴膠嚟嘅，但係你要做一個好嘅巴士迷，唔好學某啲人做一個死巴拜啊！